秘密。作者陈洁民。因选择无要搁甲我联络啊。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已经知影因迄个无人知影的秘密。若是看到我，就互因想到因的秘密已经互我知影，从此以后，因无法度搁再用自然、开阔、真心的态度甲我斗阵啊。因为因的秘密伫我的面头前是透明的，互因感觉袂自在啊。而且，因阁会开始烦恼因的秘密，是毋是会互第三个人知影咧？所以，因伫咧秘密讲煞了后，心内是不知啊后悔。上害的是，因阁会烦恼我毋知会安怎看待因，而且阁会家己一直乌白想讲我凡说会安怎，阁安怎看待因，因就会无法度控制因家己，一直用头壳内的妄念折磨因家己的心。总讲一句，因后悔啊，真正后悔。后悔竟然的一时冲动，甲我讲这个无想要互人知影的秘密。日后，只要若是想到我，看到我，甲我联络，就互因想到因有一个秘密，去互我知影咯。安尼，因的压力就一天比一天搁较大，无法度去接受即件代志。所以，为着要互家己较好过咧，甘愿失去我即个朋友，只是为着要互因的生活过较自在。讲起来是足悲哀的。是啦，知影一个人的秘密，变成一种原罪，竟然比无信上帝搁较严重，互我失去了朋友，嘛小可感觉失望。因为虾米毋相信我会用平常心看待因咧？因为拄过几个朋友安尼生，所以以后啥人若是要向我讲出伊的秘密，我拢会请因考虑详细，上好是莫讲较好，因为我惊因讲了后会感觉后悔，然后又搁决定要甲我断路，而且因永远就看袂清楚，其实自头到尾，因无法度面对的，并毋是我这个知影因的秘密的人，因无法度面对，甲无法度接受的，其实是因家己过去的生命经验甲记忆。
我只好向大家宣布，若要继续做我的好朋友，唯一的条件就是，请你莫向我讲出你的秘密。